大家好，我叫豬仔人，今次帶大家嚟到一個遊俠中式建築，位於九龍延平道9號 Beacon Peak。呢個戶型頂級超卓，私有化咗升降機大堂之餘，埋嚟睇睇，仲有衣櫃，掛好外衣，能夠自用，招呼朋友就有種感覺，俾到人4個字：招呼周到。而家參觀係一間4房雙套梗廚大單位，7.5米乘7.5米氣派大廳，格局方正，採光開揚。呢款戶型全盤只係得7間，矜貴罕有。露台一出，配以鷹巢山為伴，坐擁西南九龍同埋港島壯麗景致。城市繁華同大自然景觀交織成一幅動人畫卷。一杯咖啡，一本書，坐向度就係人生。飯廳方面，採用圓台可供8人同時使用。極速睇個廚房，全部都係名牌子，無論抽油煙機、明火爐、雪櫃、面板，連嗰個櫃門膠，個個都係採用外國名牌。齋係呢個廚房都差唔多100萬，工人休息室仲有冷氣機同埋有光廁。咁你又預備好未啊？叫埋班朋友上嚟喺備餐區一齊品酒傾偈。Beacon Peak 嘅空間闊落，啱晒朋友聚會。講完出面，講下入面，先嚟睇睇主人套房。深山環抱，寧靜舒適，配備靚仔實用嘅雙面洗手盤，兩公婆可以一齊刷牙，唔使爭位。係名廁，哇！浴缸一隻，馬桶又一隻，連窗都咁有佈局。另外仲貼身畫出衣帽間，係咪一見傾心？太太真係愛爆啦！跟住落嚟，去到一邊盡頭，又有另一間套房，亦可3邊落床，打橫有4.075米，長度2.4米，擺完床都仲好鬆動。套廁以白色雲石為主。睇埋第3間房，回想翻啱啱同我客人買入 Beacon Peak 單位，佢就揾設計師一齊睇下，咁設計好定咁設計好。而家嘅小朋友真係好幸福噶，設有獨立客廁同埋浴室，方便屋企人同埋客人使用。除咗 Beacon Peak，大家最近有咩單位想睇，話我知。2026年九龍區大爆發，多個新盤搶閘，馬連旺市推出，記得訂閱我有新片你就唔會錯過咗。如果你係2個就夠晒數，第4間房可作工作房，空間彈性十足，配合中式主題，示範單位嘅書房擺咗毛筆做裝飾，呢種家嘅感覺你又滿唔滿意？我叫豬仔人，經過3個豬年，我好中意做地產，希望我分享嘅香港樓盤資訊影片幫到你。拜拜。2026年買樓一定得，睇多啲我嘅片，多謝。